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T 大眼鏡嘅小龍哥。就係而家嘅後生仔咧，日日睇10幾個小時嘅手機、電腦，咁樣咧眼睛咧係頂唔順噶啦，好容易疲勞。其實而家咧就配一副防藍光嘅眼鏡就好有必要啦。睇電子產品都要有係藍光係到你嘅視網膜嗰度，損傷你嘅視網膜。嗱，防藍光眼鏡咧就係好似呢個係藍光嘅，呢一副係好雅嘅防藍光鏡片啊。你戴呢個眼鏡咧，藍光咧就到唔到呢個眼底啦。呢個就擋住啦。其實而家你譬如防藍光國產嘅，同埋話國際品牌嘅，其實效果都係差唔多。而家防藍光嘅技術係好成熟噶啦。大家有需要咧，就記得嚟 T 大眼鏡中心啦，揾我小龍哥配一副防藍光嘅眼鏡。保護呢個眼睛 ，T 大眼鏡咧已經為感人服務咗25年啦，記得關注、點讚、評論我哋。如果大家感興趣嘅話咧，就可以嚟 T 大眼鏡中心啦，揾我小龍哥。多謝大家。